请问宅男的台语上侪人讲倒一种？哦，宅男哦，你想这边的答案是厝内居，因为啊居就是拢会。我就话阿姨即摆吼无想要出去，伊就会家己揪你来。揪咧某一个所在居。嘿，居喺遐，嘿啊拢无想要去，听到外口啥物嘛，不爱就家己伫内底享受就对啊啦。是，所以我的答案是厝内居。哦，厝内居。阿雄我的答案是店空居。店啦，店空居，因为我店喺一个空内底，我拢无想要扫出去。是。哦，店空居。较好讲啦。较好厝内居。店空较少人咧讲店空啊，即嘛即讲即算较侪人讲的话，厝内因为宅嘛是敢若一个厝。哦，一个厝，对。好，来来体力。店空就是较无安尼讲，咱来讲店空就放空啦，放空啦，放静心啦。哦，袂讲啊店空。听起来念起来无遮顺，是讲其实呢，古早的书店都有收店空居这个词啊，嘿，伊是较用伫咧井底之蛙这种意思啦，就是讲拢无出门，无啥物建设，无啥物地设，迄个较偏迄个意思安尼啦。啊，当然落尾到现代嘛是有人甲店空居有部分的人摕来使用伫咧宅男这个意思，嘿嘛是有啦。啊，毋过因为是算做一个调查的比例来讲吼，是厝内居是可能是拄则所讲的讲。敢若较直觉吼，啊，所以厝内佫较侪人拣